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係重大國家戰略。廣州南沙係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嘅大灣區合作平台之一。南沙係廣東省廣州市最南端嘅行政區，位於珠江出海口，東面連接東莞，西面連接中山，係廣州對外開放嘅中心之一，亦都係連接珠江口岸城市群同港澳地區嘅重要樞紐性節點。隨住戰略地位不斷提升，南沙已經形成咗三區一中心，即係國家新區、自貿試驗區、粵港澳全面合作示範區以及廣州城市副中心嘅發展格局。2022年，廣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總體方案出台，提出5大發展方向，包括加快建設科技創新產業合作基地，創建青年創業就業合作平台，共建高水平對外開放門戶，打造規則銜接、機制對接高地，以及建立高質量城市發展標杆。南沙方案發布2年幾以嚟，憑藉佢嘅獨特區位優勢、強勁嘅經濟發展勢頭同埋堅實嘅產業基礎，南沙已經逐漸成為大灣區以至全國嘅投資熱點。總體方案出台，賦予咗南沙立足灣區、協同港澳面向世界嘅重要戰略定位。呢啲重點嘅方向同香港銳意發展嘅政策領域互相呼應，有助香港參與南沙開發建設，亦都為香港嘅企業同埋人才提供龐大嘅發展機遇。目前南沙有超過3000間港資企業落戶，過萬香港居民聚居生活，形成咗新產業發展集群。未來南沙係會持續用力推進基礎設施嘅硬聯通、規則機制嘅軟聯通、穗港澳居民深聯通，先行先試推動大灣區市場一體化嘅建設，促進人民相親、民心相通，打造國際一流嘅灣區同埋世界級嘅城市群。